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海燕啊，是国际二级保育的鸟仔类。讲台南七股一个废弃的盐滩地，发现有20多对的海燕啊来做寿生囝。当地生态保育协会特别派专人来斗注意，要来保护这海燕啊，袂去受到搅扰。 台南沿海有丰富湿地生态，常在咱看到无同款的鸟类。进前，台南生态保育协会伫咧七股发现国际二级保育类的海燕伫咧遮生团，数量济要20几对。当年的4月到10月是海燕来台湾捕卵的时阵。其实很幸运，差不多3年前就有发现。 但是只有2、3对而已。就惊海燕的生活受到影响，生态保育协会拢会派人来到遮甲因注意。从宜兰新竹到这个布袋，到这个屏东的那个高屏溪口都有记录。遮尔古水的海燕，即摆当是生产期，因拢会伫咧烟花湿地所在活动，希望大家会当加注重，若是看到海燕，莫挖过去，才会当保护因的后一代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